现代台语版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，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，既然恁甲圣神有团契，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，恁就有相款的心志、相款的疼心、和谐的感情、一致的想法，通互我充满欢喜。毋通自私自利，嘛毋通追求虚荣，反倒着有谦逊的心，看别人比家己较贤。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。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。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共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。伊自愿谦卑，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、地上、地下，一切的脚头趺拢会跪拜，逐个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父上帝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伫恁遐的时，恁拢有顺趁我。现在我无伫恁遐，恁搁较着安尼，着继续行遐，绕绕带来完成恁的得救。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伫做工，互恁有意愿，搁为实践伊的好旨意。无论做甚物代志，拢毋通埋怨，也是争论，互恁通清白纯洁，伫即个社会腐败的世代，做上帝无缺点的囝儿，就伫因中间发光，亲像光得照世间，来坚守使活命的信息，互我伫基督的日，通夸口讲家己无空空奔波，无空空劳苦。我若着用家己的血做奠酒祭，揽伫恁的信心所献的祭物，我嘛欢喜，嘛要甲恁做伙欢喜。相款，恁嘛着欢喜，甲我分享欢喜。我仰望主耶稣，互我会当紧找提摩太去恁遐，互我通听到恁的消息，来得到激励。只有伊有甲我同心，真正伫关心恁的代志。众人拢伫追求家己的事，毋是耶稣基督的事。毋过提摩太的做人，恁拢知，伊甲我亲像爸甲囝，做伙为着传福音伫服侍。安尼，我就会知我的代志有甚物结局。仰望会当随时找伊去恁遐。我确信主嘛会互我真紧去见恁。不过，我想讲着找以巴弗提去恁遐，伊是我的兄弟，同工甲战友。伫我需要的时，恁有派伊来服侍我。伊真少念恁大家。嘛，因为知影恁有听到伊破病的代志，心真艰苦。伊确实有破病，甚至险死去。毋过上帝有怜悯伊，毋但伊若定，嘛有怜悯我，互我毋免搁加添忧伤。因为安尼，我赶紧要找伊转去恁遐，互恁会当搁见到伊来欢喜，嘛通减少我的看虑。所以，恁着伫主的内面欢欢喜喜，甲伊接纳，着尊重亲像伊即款的人，因为伊为着基督的工作，冒性命的危险，险险仔死，要保恁做无够的，
替恁来服侍我，